2000多年前嘅有一日，係全人類歷史最黑暗嘅一日，但卻成為全人類一個盼望嘅開始。嗰一日死亡籠罩大地，佢係3日後永恆嘅盼望擺咗喺我哋人類歷史當中。當日呢個羅馬十字架嘅殘酷嘅刑具，人見人怕，但今日因為耶穌基督呢個刑具成為一個榮耀嘅十字架，成為今日我哋紀念高舉嘅十字架，讓我一齊嘅起立嚟到迎接呢個榮耀嘅十字架。呢個十字架成為我哋全人類歷史一個永恆嘅盼望，而呢個十字架就係今日我哋喺受難節呢個特別嘅日子當中嚟到一齊嘅嚟到感恩，一齊紀念，亦都係因為呢個十字架裏邊嘅主人翁耶穌基督，佢願意喺神嘅救贖計劃裏邊降世為人。又讓我哋用腓立比書呢段經文嚟到睇下當日耶穌基督嘅心腸，耶穌基督佢點樣成就呢個救恩，讓我哋存感恩嘅心一齊嚟到誦讀以下呢段經文。1、2起，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卻不堅持自己與神同等為同等，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嘅樣式，既有人嘅樣子，就謙卑自己，全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冇錯，呢個十字架之所以從一個刑具成為一個榮耀，係因為神嘅兒子謙卑自己，順服上帝，死在十字架上。然而上帝唔單單讓耶穌嚟到十字架上死，上帝仲做咗個奇妙嘅神蹟，我哋一齊讀。所以上帝把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超乎萬名之上的名，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眾膝都要跪拜，眾口都要宣認耶穌基督是主，歸榮耀給父神上帝。讓我一同嘅做個感恩嘅祈禱。天父上帝啊，今日我哋真係眾人嘅站喺你面前，我哋為着你自己差遣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為全人類捨身流血。主耶穌基督嘅順服，我哋感謝你。主耶穌基督係榮耀嘅神，但佢降世為人。佢係神嘅兒子，但卻成為人嘅奴僕。佢係嗰位滿有神蹟、行奇事嘅主，但卻甘願被捆綁。佢係光明之子，卻死在黑暗當中。佢係道路、真理、生命，卻甘願將生命捨去。耶穌係好牧人，他卻甘願如羊一樣被去宰殺之地。佢有權能，卻願意為門徒洗腳。主耶穌基督，你嘅形象、你嘅心腸、你嘅犧牲，
我哋充滿感謝。就讓我哋今日用詩歌嚟到讚美你，用詩歌嚟到回顧你，用詩歌嚟到默想主你自己點樣成就奇妙嘅救恩，成為今日站喺度每一個朋友弟兄姊妹我呢個永恆嘅祝福。願聖靈在我哋當中默想有力，立志為主而活。我哋感恩祈禱，奉耶穌嘅得勝嘅名，阿門。請坐。以下落嚟，我哋就用詩歌，我哋一齊嚟到紀念呢位為我哋一生燒盡嘅耶穌基督。主耶穌知道佢離世嘅日子近啦，就同佢嘅門徒食過咗逾越節嘅筵席之後，佢就帶住彼得、雅各同埋約翰去到客西馬尼園嚟到去禱告。嗰個時候嘅主耶穌內心係幾咁嘅憂傷、驚恐又極其難過，幾乎要死。佢叫門徒企埋一邊嚟到去警醒守候，佢自己就走到一個嘅角落，俯伏在地去禱告。阿爸父，喺你裏面凡事都能。假如可以，求你拎開呢個苦，但係唔好照我嘅意思，只係照你嘅意思。之後主耶穌就走返去門徒嘅身邊，如是者來回咗3次，但係都只係見到門徒喺度瞓着咗，就對佢哋話：你哋可唔可以警醒啲啊？夠啦，時候到啦，睇下。人子都要賣喺罪人嘅手中。可以想象到當時主耶穌嘅內心係幾咁孤單噶嘛？喺呢個時候，佢12個門徒裏面嘅猶大就帶住一群嘅兵丁，手持刀棒嚟到要捉拿耶穌。猶大
原來已經收咗祭司30個銀錢，約好咗，見到耶穌就會走埋去佢嘅身邊，用一個親吻做記號，就將主耶穌出賣咗啦。主獨自夜間禱告，跪在客西馬尼，當日獨自可盡苦杯，為我受苦到底。救主為我獨自背負罪過，捨命拯救他的子民，獨自受苦流血，捨主獨自站立受審，在彼拉多庭前，獨自帶傷，荊棘冠冕，眾人所喜所依。救主為我獨自背負罪過，捨命拯救他的子民，獨自受苦流血，捨命為我。救主獨自掛在十架，為救世人靈魂，父神和人全都離棄。救主獨自捨身，救主為我獨自背負罪過，捨命拯救他的子民，獨自受苦流血，捨命為我。當日耶穌行呢條嘅苦路，其實唔係好長，大概係0.6公里。一般人嚟講，步行可能係800至1000步，大概就等於由呢間學校行到去 TNT。而當日耶穌基督孭住嘅係一個大概80至100磅嘅十字架。經過審訊鞭打之後，佢孭住呢個沉重十字架冇退步，堅忍住上帝俾佢嘅使命，係為咗你同埋我。主耶穌基督係知道佢嚟到世上呢33年咁短暫嘅人生，就要做一件
改變人類歷史命運嘅事。所以喺以賽亞書耶穌出世之前嘅600幾700年前，先知以賽亞已經好清楚嘅話俾我哋聽，呢位嘅彌賽亞將會受嘅苦難。以賽亞書被稱為舊約聖經嘅福音書，而呢段嘅預言就係準確地喺600幾700年之後應驗喺耶穌基督嘅身上。以賽亞書53章呢幾節嘅經文，短短地就描述到當日耶穌喺14站嘅苦路當中所經歷嘅一切。耶穌喺行嘅時候跌咗3次，都清楚嘅嚟到描述喺呢段經文度。讓我哋回顧上帝嘅預言，耶穌嘅成就，感受一下上帝對你同我愛嘅深切。讓我哋一齊嚟到讀第3、第4節，1、2起。他被藐視，被人厭棄，多受痛苦，常經憂患。他被藐視，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樣。我們也不尊重他。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他受罰罰，被上帝擊打，苦待了。耶穌基督係光明之子，卻死在黑暗當中，係因為你同埋我。一齊讀。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被壓傷。因他受的懲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我們都要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卻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佢係好牧人，但甘願成為上帝嘅羔羊，被人宰殺，卻默默無聲。第7節一齊讀。他被欺壓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他像羊羔被宰到宰殺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中無聲。他卻是這樣不開口。因受欺壓和審判，他被奪去。至於他同世的人，誰想到他的鞭傷，誰之地被剪除，是因為百姓的罪過呢？各位弟兄姊妹，以賽亞書被稱為舊約嘅福音書，係因為早早就預言咗耶穌基督嘅出生。以賽亞書第9章好清楚講到，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佢為以馬內利，就係神與人同在。以賽亞書更加嚟到講到話，呢位嘅神子佢係咩呢？佢係嗰位嘅君王，佢係一個造物主，佢係 Prince of Peace， 佢係和平之子。佢之所以成就和平，係因為佢打開佢雙手，將人同神個隔膜嚟到打開，讓我哋有機會因為十字架去到上帝嘅恩典當中。而第9節更加為呢個十字架係一個贖罪祭。我哋一齊嚟讀1、2起。他雖然未行過強暴，口中也沒有詭詐，人還使他與惡人同埋，誰知死的時候與財主同葬。耶和華卻定意將他壓傷，使他受痛苦。耶和華以他為贖罪祭。各位弟兄姊妹，今日我哋能夠坐喺呢度，係因為耶穌基督嘅羔羊，佢贖咗你同我偏離己路，得罪上帝嘅罪。我哋特別蒙恩嘅基督徒，我哋知道呢個係一個何等嘅福氣，呢個係我哋人生裏邊最大
最大嘅禮物。耶穌基督冇罪嘅羔羊，成為我哋嘅贖罪祭。所以喺呢個時候，我又好想大家，你有些少默想嘅時候，大家要拎出你支筆同埋一張卡。呢張嘅卡唔需要寫你嘅名，不過上帝知你嘅心意。我哋每年透過受難節嚟到回顧主對我哋嘅恩典，又反省一下我哋跟隨主嘅時候，我哋有咩地方係需要求主原諒、求主幫助。我想大家將你嘅心事嚟到同上帝講，你默想一下，你信咗主1年、3年或者10年，你回想一下你信主嘅時候嗰種嘅喜樂，你又回想一下當你失落嘅時候，上帝對你嘅扶持，你諗下，你就當呢張卡就寫俾天父上帝一個感恩嘅信，或者有啲地方你需要同上帝講對唔住嘅，你寫出嚟。讓我哋呢個受難節唔單單再一次知道耶穌為我哋所做，又讓我哋嚟到一齊反省一下主嘅恩典對我哋人生有咩啟發。我講一個嘅真人真事，我就俾大家有5-6分鐘嚟到思想一下。呢個嘅見證喺非洲裏邊引起一個好大嘅復興。呢個主角個名叫做 Pastor Daniel， 佢係一個牧師。非洲教會當時都好興旺，佢間教會都好多人，好勤力嘅侍奉，好努力嘅為主工作，但係卻常常為咗啲瑣事、家事，同師母有好多嘅拗撬。當然日積月累，心裏邊有啲嘅憤恨，有啲嘅嬲怒。有一次 Pastor Daniel 又係同呢個師母因為家裏邊一啲嘅事幹又發生爭執，大吵大鬧。師母講咗一啲好傷害 Daniel 嘅説話。Daniel 好激憤，就跑出到屋企。師母知道講錯嘢，就追出去同佢講對唔住。但係 Daniel 唔聽，心裏邊好激憤，揸住架車一直揸，一直揸，唔知揸去邊，總之一直揸。因為激憤過度，揸嘅時候睇唔清楚，撞埋棵樹度，受咗重傷，送回醫院，生命好危殆。家人、師母、教會會友知道，立刻趕嚟，個個跪低為佢祈禱。醫生經過40幾個鐘頭搶救唔到。醫生話 Pastor Daniel 已經冇咗生命嘅跡象。但呢個師母好難過，佢繼續祈禱。眾人覺得師母咁祈禱，個個都祈禱，於是乎一時之間幾百人祈禱，一路祈禱嘅時候，奇蹟就係出現咗。一路祈禱嘅時候，經過死咗42小時，佢有生命嘅跡象，慢慢好返。醫生跟住再睇落去，慢慢將佢嚟到俾啲水飲，慢慢撥返去。
最後呢個 Pastor Daniel 翻從死裏復活翻出嚟，然之後佢就講咗，佢話我死咗呢42小時，天使帶咗我上天堂，佢好開心，終須可以離開地上咁多嘅人嘅麻煩，好開心。佢見到啲花可以唱歌，佢見到啲景色非常嘅美麗，哇！佢話真係好啊，我可以嚟到呢度。但天使話：我帶你去到另一個地方，帶咗落地獄。呢個地獄嘅景色嘅景象，同耶穌所講嘅一模一樣。當中有好多人喺度尖叫，當中係非常嘅黑，當中有好多個火，但啲火唔會燒到人，但係佢覺得好熱，好恐怖。佢聽到哇，呢個就係耶穌所講嘅離開神之後嘅地方。天使話係，呢個本來就係俾叛逆嘅天使嘅地方。呢個聽你話啊，真係我想走，我想唔喺呢度。天使話：你今日就留喺呢度。聽你話我唔可以，我係牧師，我做侍奉你，我跟隨你咁多年，點解我會留喺度？我唔會留喺度。天使話：你跟隨神。你有冇聽耶穌嘅說話？然之後天使就將福音書耶穌所講嘅幾段嘅說話你要讀出嚟，其中一段就係呢一段：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犯。耶穌講，天使同佢講話：你係牧師，但係你冇聽耶穌嘅話。佢立時好戰驚，立時佢感覺到聖靈話俾佢聽：你有罪。原來當上帝審判人嘅時候，你會心裏邊係會好清楚。你冇得反駁。哎呀，佢痛哭，就喺模模糊糊當中，原來上邊有幾百人為佢祈禱，佢翻返上嚟。呢一個見證，如果大家有興趣，你睇呢個名喺 YouTube 有得睇。當我嚟到讀到呢個宣教故事嘅時候，我心裏邊再一次嘅肯定，聖經話天地要廢去，神嘅說話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呢個說話唔單單同未信嘅人講，唔係基督徒，係同基督徒講，係同你講，係同我講。耶穌基督忍受十字架嘅痛苦，係因為佢睇到永恆地獄嘅恐怖，佢絕對唔想在當中有一個人會去到嗰個地方。但耶穌基督俾咗我哋好多嘅指示，多方嘅指示，我哋有冇跟隨主嘅說話？喺呢個時候，我俾大家有一段時間，你用你嘅心裏邊嘅說話同神講，你唔使寫你個名，你都冇人會睇，你當呢個係寫俾天父嘅感恩。我哋一齊嚟要默想呢件事。
哋一齊以詩歌嚟到去紀念神為我哋預備嘅救贖嘅恩典。我哋一齊起立。每當我拿起這杯，我紀念你，親愛耶穌，十架上你挽回我生命，使我回到天父面前。每當我拿起這杯，我感謝你，我的耶穌，你把血洗淨我的罪，使我永遠與罪隔離。謝謝你為我死在十架上，破碎的生命得以完全。我感恩，我敬拜，得醫治的自由，都因你那救贖的恩典。謝謝你為我死在十架上，破碎的生命得以完全。我感恩，我敬拜，得醫治的自由，都因你那救贖的恩典。好，大家請坐。我哋為咗耶穌基督呢位神子嚟到為我哋捨身嚟到感恩。其實耶穌嘅出生2000多年前，佢唔單單係歷史嘅人物，喺整個上帝嘅愛世人嘅計劃當中，整本嘅新舊約聖經都彰顯咗耶穌基督，佢一路以來都係為着你同我而誕生。喺聖經裏邊，我哋可以尋找到創世記裏邊嘅耶穌係女人嘅後裔。呢個就係聖經所講嘅，當人類嘅始祖犯罪之後，蛇會傷害女人嘅後裔，女人嘅後裔會傷害踐踏蛇嘅頭。意思即是話死權罪惡喺耶穌裏邊係得勝。原來當我哋始祖犯罪嘅時候，上帝嘅救恩就已經開始為我哋要成就。喺約書亞記裏邊，神選擇咗以色列人做佢嘅選民，而為咗俾外邦人知道呢位嘅神，亞伯拉罕嘅神，雅各嘅神，就係天地之間嘅主。所以當佢哋離開埃及為奴之地，進入迦南嘅時候，上帝向佢哋顯現。約書亞所見到嘅就係耶和華軍隊嘅元帥。原來今日我哋教會，我哋人生裏邊唔係靠我哋有幾多嘅能力，我哋係靠上帝帶領我哋嘅人生，帶領我哋嘅教會。喺箴言書同傳道書講到呢位嘅神就係智慧。今日我哋缺乏智慧嘅人可以去到上帝面前求。呢個智慧唔係人世間嘅知識，乃係神俾我哋能夠喺靈命上、生命上得着幫助嘅智慧。以賽亞書講到他是平安之子，佢降世嘅時候必有童女懷孕生子，
佢個名稱為以馬內利，佢亦都係稱為和平之子。而喺新約聖經裏邊，馬太福音講到呢個係猶太人嘅王，猶太人俾羅馬人嚟到欺壓嘅時候，盼望有一位嘅帶領，一位推翻羅馬政權嘅人。但係上帝嘅計劃唔係推翻地上嘅政權，上帝嘅計劃係要成為佢哋民族真正嘅王，佢個王國唔喺地上。馬可福音講到耶穌基督係謙卑嘅僕人，路加福音講到佢能夠體會人受苦，滿有心腸、愛心嘅人子。而約翰福音更加講到佢就係嗰位能行神蹟嘅主。你睇到喺神嘅啟示裏邊，將整個耶穌基督佢個形象喺唔同嘅書卷裏邊嚟到特別話俾我哋聽。雖然同一個耶穌，同一件做一件事，但係上帝感動佢哋所寫嘅書嘅時候，佢係人子，佢唔係單單係神，佢能夠睇到人嘅感覺。但係佢唔係單單係人，佢係神，佢所以能夠行出超乎人想象嘅神蹟。使徒行傳話佢係世界嘅主，唯一嘅救主。彼得當年佢否認耶穌，懼怕，但當聖靈降下之後，佢好明白呢位耶穌就係死而復活嘅神，所以佢講咗一句改變歷史嘅事實，改變歷史人類命運嘅一句說話：在天上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可以靠住得救，唯有耶穌基督。彼得講呢個說話嘅時候，係同猶太人講，係剛剛釘死耶穌嗰班猶太人講。但耶穌佢就係嗰個唯一嘅救主，作為跟隨嘅門徒就高舉唯一嘅真理。雖然會有生命嘅危險，各位弟兄姊妹，今日我哋教會面對好多宗教不同嘅改革，唔知你有冇聽到一啲嘅消息？某啲嘅團體可能對宗教裏邊有唔同嘅對待。嚟緊我哋所行嘅路會比以往更加嘅受挑戰，大家預備。羅馬書話佢係上帝嘅公義。今日我哋成日講法律、講律法，羅馬書話俾我哋聽，佢就係上帝嘅公義。咩叫公義？公義唔喺人嗰度，公義喺神嗰度。今日我哋追求嘅係上帝嘅公義，唔係人世間嘅公義。你明白上帝嘅角度？以弗所書話佢係教會嘅元首。今日我哋之所以成為一家人，因為我哋同一個聖靈、同一個主、同一個受洗。帖撒羅尼迦前書話，他是信徒嘅盼望。聖經唔單單講到一啲律法，講到一啲道德，更加講到人生嘅盼望。帖撒羅尼迦前後書講到主必快來，呢個時代就係主快來好快嘅時候。而最後啟示錄，我哋一齊讀啟示錄，聖經裏面最後嘅書，66卷書裏面最後嗰卷。而施洗約翰，使徒約翰，特別喺佢嘅啟示裏邊，呢位愛主嘅門徒。整個啟示錄就係講到耶穌再返嚟，我哋一齊讀啟示錄話咩呢？他是得勝將臨嘅大君王，佢係復活嘅神。原來今日我哋紀念呢位2000年前受死嘅主，亦都係一個復活嘅王。羅馬書講到，我哋既然係被稱為義，今日我哋應該仍然嘅站喺恩典當中。我哋嘅恩典係神所賜，唔係我哋自己。我們嘅因信稱義，就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與神和好。我們又藉着他因信得入進入所站的這恩典中，並且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今日我哋能夠歡歡喜喜，係因為神嘅恩典喺我哋嘅生命裏邊。我哋有軟弱，
我哋有離開神嘅時候，我哋有人嘅罪性，但係聖經又俾到我哋一個好好嘅應許，讓我哋一齊嚟讀。一、二起，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上帝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兒子耶穌基督的血又洗淨我們一切的罪。我們若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們心裏了。我們若認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嘅不義。今日跟隨主嘅人，我哋知道我哋有軟弱，但我哋唔好因為我哋嘅軟弱而慢慢放棄我哋嘅信仰。如果今日我哋仍然站喺恩典當中，神嘅應許仍然喺我哋當中，只要我哋願意喺神面前，願意真誠嘅承認我哋嘅過犯，神係信實的，係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哋一切不義。而希伯來書特別提醒我哋呢位嘅耶穌基督，佢唔單止係救主，更加係大祭司。佢常常喺神面前為我哋祈禱。只要你願意為同耶穌祈禱，耶穌必然嘅會聽你祈禱。我哋一齊嚟讀希伯來書嘅應許。一、二起。既然我們有一位偉大進入高天的大祭司，就是耶穌，上帝的兒子，我們就應當持定所宣認的道，因為我們的大祭司並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他也是各方面受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他沒有犯罪。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寶座前，為要得憐憫，蒙恩惠，作隨時嘅幫助。冇錯，我哋可以坦然無懼嘅去到施恩寶座前，因為呢位大祭司係我哋隨時嘅幫助。所以呢個時候呢，呢張卡呢，我相信可能喺後邊仲有啲位，我想大家嚟到諗下，既然我哋已經係蒙受恩典嘅人，我哋又站在恩典當中，嚟緊我哋有咩嘅立志能夠為主而活呢？既然呢個恩典係咁大，既然呢個恩典係用耶穌神嘅兒子條命嚟到換過俾我哋連存留喺世上，可能有10年，可能有20年，可能有30年。你諗下喺永恆嘅路裏邊，我哋仍然係非常嘅短暫。但喺短暫人生裏邊，你有乜嘢想寫低1、2樣、3樣？你話主啊，我願意立志喺你面前，你寫下呢張卡。或者你話我立志，從今以後我要多向人傳福音。你諗到佢個名，你將佢寫落嚟。你話主啊，從今以後我唔單止聽到，我仲要行道。或者主啊，我立志，我信咗主20年、5年、3年，我一次聖經都未睇過。我話我要睇一次聖經，最低限度睇晒新約。你有冇咁嘅諗法？我講埋呢個故事，大家就可以用5分鐘時間嚟到講你嘅立志。呢個民間故事係講到一位青年人，雖然由細至大媽媽都好錫佢，但係因為可能太過愛錫，青年人唔感受到媽媽對佢嘅愛，唔單止唔感受到，甚至乎怨恨媽媽常常多囉嗦嗦、暗暗沉沉，覺得呢個阿媽好討厭。於是乎大個仔啦，15、16歲，話我唔喺度啦，我要出去住。出去住同埋班朋友遊手好閒，遊手好閒當中，有時就走去搞震。有一次因為口角同人打交，你拱我一下，我拱你一下，3、4個青年人同對方嚟到打，結果喺混亂當中，其中一個被打死咗。呢3個青年人見到闖咗大禍就走，但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呢3個
打死人嘅少年、青年就捉咗返嚟，喺鄉下裏邊、鄉間裏邊嚟到受死。兩個因為係幫兇，所以坐監，而呢一個就係5億嘅仔，因為佢係出手打死人嗰個就判死刑。呢個阿媽聽到非常嘅傷心，走嚟村裏邊求呢個村長，村長啊，俾佢機會，佢唔識嘢。村長好同情呢個阿媽，村長話：我都好難過，我都好想幫你，但係如果我唔執行我哋鄉下呢個嘅法例，殺人者死，我就對唔住呢個死者嘅家人。哎呀，呢個阿媽聽到好明白，無可奈何，村長幫唔到佢。行刑嗰一日，好多村民嚟到睇，佢哋有一個嘅習俗，當行刑嘅時候、槍斃嘅時候，就會喺鐘樓裏邊有敲一次大鐘。時間到啦，審判官話行刑啦，要敲響呢個鐘啦。原來中國裏邊啲鐘呢，一個大鐘裏邊隔離有個大木頭，下低條繩拉一下，舊木向後伸，撞埋去，砰！好大聲，就係行刑嘅時候。當審判官話行刑啦，鐘要響啦，下低嘅士兵拉呢個鐘嘅時候，好長嘅木向後一褪，本來撞埋去會響嘅，點知唔響，覺得好奇怪，點解唔響？於是乎再拉多次，又唔響喎，再拉多次，連續拉咗3、4次，呢個好重嘅石頭撞埋呢個鐘嗰度都冇響。於是乎呢個審判官就話：不如上去鐘樓睇下。當呢個士兵上去鐘樓嘅時候，見到一個現象，非常嘅驚嚇。原來呢個阿媽唔想呢個鐘響，就攬住咗呢個鐘。結果每一次將呢條好大嘅木撞埋去嘅時候，就撞咗佢阿媽個身體背脊嗰度，所以呢個鐘冇響。因為撞咗咁多次，呢個阿媽亦都攬住個鐘喺嗰度吐血撞死咗。呢個兵好驚嘅落嚟，到同審判官話：快上去睇下呢個犯人個阿媽攬住個鐘撞死咗。當呢個審判官上到嘅時候，見到咁嘅情況，心裏邊好難過。落返嚟對住呢個仔，佢話：少年人啊，你阿媽由細到大愛你，由細到大錫你，你唔信，你唔聽，你今日闖咗大禍，本來你要死，但係今日你阿媽喺鐘樓。因為你，佢被撞死咗。然之後呢個法官動了慈心，就同佢講：你阿媽代替咗你條命，從今以後唔好再犯罪。從嗰日開始，呢個少年人就真真正正知道乜嘢叫做愛，佢就立志洗心革面，離開佢啲壞朋友，真正嘅悔改過嚟，重新喺社會裏邊做人。因為佢記得佢條命係佢阿媽換返嚟。今日我哋紀念耶穌基督嘅受難，唔係
係單單係一個節期，係神嘅恩典。今日我哋紀念耶穌基督嘅受死，唔單單我哋話多謝主，我哋更加要話主啊，我點樣嚟到回報你嘅恩典？我俾大家有5分鐘時間，你將你嘅立志寫好上嚟，然之後遲啲李勤基牧師同我哋守聖餐嘅時候，我就想將你嘅卡擺咗呢個盒嗰度，表達你對主嘅心意。冇人會睇呢啲卡，係代表你今日受難節聖餐嘅桌前對主嘅感恩，對主嘅立志。我俾大家有5分鐘時間喺主面前有反省。當大家寫完之後呢，或者你話你都想提醒自己唔好唔記得今日你所立嘅志向，喺主面前所寫嘅一啲嘅省察，你可以用你嘅電話影咗呢張卡，作為今日2025年喺呢個受難節嘅紀念聚會當中，你同神所講嘅說話，立嘅志向。如果你喜歡嘅，你可以用電話影咗幅相。
to Him. May it be a sweet, sweet sound in your ear.今日呢個嘅受苦節嘅裏邊，我哋眾弟兄姊妹一同嘅嚟到去守主嘅聖餐。聖餐係主耶穌響被賣嘅嗰一夜，佢嚟到係為門徒嚟到去設立。主耶穌話：我哋要如此行，為嘅係紀念佢。聖餐唔單單係俾我哋每一次我哋領受嘅時候，心裏面一個嘅感動，更加讓我哋都係能夠係有一個嘅認信。並且我哋立志嚟到跟隨主，作主嘅門徒，將呢個愛嘅信息嚟到傳俾我哋身邊未信嘅親友。有一同嘅嚟到起立，我哋讀《使徒信經》，一同嚟到誦讀。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瑪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門。愛民福音堂歡迎每一位已經重新得救並且係接受咗洗禮嘅弟兄姊妹一同嘅嚟到領受聖餐。我今日會請弟兄姊妹咧，你從後排嗰度開始咧，嚟到喺中間行出嚟，你要將呢個嘅反思卡擺喺呢個盒裏邊，並且攞咗呢個嘅聖餐之後，從兩邊去翻你個座位。你攞咗呢個聖餐之後，翻你個座位，你就可以坐低繼續嘅嚟到去省察默想。等我哋都攞晒呢個聖餐之後，我哋一同嘅嚟到領受聖餐。請招待幫忙下，從後邊請弟兄姊妹上前嚟，中間上前嚟攞咗之後，響兩邊嚟到係翻你個座位嗰度。嗰啲筆同埋蠟燭可以當你離開嘅時候先至擺喺招待台。請你帶你嘅反思卡出嚟。有浸我哋朋友呢，都將你張卡咧擺出嚟。我相信上帝都睇到你嘅心意嘅。右手邊嘅都可以一齊出嚟嚇，然後響右手邊攞咗之後，響右手邊翻去。相信大家剛才寫呢個嘅反思卡嘅時候，你都將你嘅心願、將你嘅悔改、將你嘅立志，都係寫咗喺卡嘅上邊。我哋投放喺呢個盒嘅時候，就係好似嚟到去將呢一切，我哋都係呈獻俾我哋嘅神。神悅納我哋嘅悔改，悅納我哋向佢嘅感恩同埋讚美。攞咗嘅翻回你嘅座位，我哋坐低，繼續嘅嚟到去省察。神今日冇嚟到感動我哋，有啲嘅事我哋需要嚟到去改過嘅。
有冇啲嘅人，我哋需要同佢嚟到去和好嘅？有冇啲嘅立志喺往後日子裏邊，我哋繼續嘅嚟到跟隨主，做主嘅門徒。讓我哋仰望十字架嘅時候，我哋就有能力。無論過往我哋有幾多個跌倒，或者幾多嘅成功，但喺讓我嘅日子嘅當中，讓我哋單單嘅嚟到高舉十字架。有冇弟兄姊妹係未曾攞呢個聖餐嘅？主耶穌被賣嗰一夜，佢拿起餅嚟，祝謝咗，就擘開，話呢個餅係我嘅身體，為你哋擘開嘅，你哋要如此行，為嘅係紀念我。一同嘅領受主嘅餅。飯後亦都照樣拿起杯嚟，話呢個杯係用我嘅血所立嘅新約，你哋要如此行，為嘅係紀念我。我一同嘅領受主嘅杯。我哋同心祈禱。因為我哋感謝你，我哋按照你嘅吩咐，今日眾弟兄姊妹一同嘅領受主嘅餅、主嘅杯。你嘅身體係為我哋擘開，你嘅血係為我哋流出。我哋都係不配嘅人，我哋本來係要死喺罪惡過犯當中嘅，但係你卻係咁樣嘅嚟去愛我哋，為咗我哋嘅緣故釘身喺十字架上邊，以至我哋今日能夠係成為神嘅兒女，我哋有永生嘅盼望。神又俾我哋有教會，讓我哋喺教會當中學習彼此相愛。天父幫助我哋，假如我哋真係有冇聽到神你嘅話嘅，求主都係度提醒我哋，聖靈你要光照我哋，讓我哋從今日開始，我就係能夠係跟隨你嘅話而行，學習主耶穌基督嘅樣式，聽我哋嘅祈禱，奉主耶穌基督聖名，阿門。主耶穌基督佢嘅十字架唔單單係當年羅馬人嘅刑具，更加係今日成為我哋榮耀嘅十字架。讓我哋用呢首詩歌嚟到成為我哋一齊嘅復興，一齊嘅喜樂。
我哋讓呢塊榮耀嘅十架高舉十架，成為我哋生命喺我哋嘅朋友喺我哋嘅親人當中嘅一個嘅記號，讓耶穌十字架亦都成為別人嘅拯救。俾啲掌聲，呢個榮耀嘅十字架好唔好啊？我哋一齊讀呢個榮耀十字架帶俾我哋咩呢？一、二起，不再被罪惡勢力捆綁，因為我們已得勝有餘。再讀一次，不再被罪惡勢力捆綁，因為我們已得勝有餘。讓我哋俾我哋最高嘅榮耀，我哋嘅神，我哋一齊做個感恩嘅祈禱。耶穌基督啊，我哋多謝你，主耶穌基督啊，你自己嘅犧牲成為我哋嘅盼望。主耶穌基督啊，你嘅十字架成為我哋得勝罪惡嘅能力。主耶穌基督啊，因為你嘅捨身，今日我哋能夠有永生。主耶穌基督啊，今日我哋能夠跟隨你，係我哋嘅福氣。讓我哋今日所立嘅志向，讓我哋今日喺神面前所寫嘅承諾，聖靈常常嘅提醒我哋，讓我哋嘅生命冊上嘅名字被你嚟到紀念，又讓我哋存留世上嘅日子有主嘅能力。我哋
奉耶穌基督十字架嘅名，祝福我哋在座站喺度每一個弟兄姊妹，特別可能有啲係未信主嘅朋友，佢哋今日聽到十字架嘅信息，求聖靈感動，讓佢哋有一日都高舉呢個榮耀十字架。但願天父上帝嘅慈愛、耶穌基督嘅恩典、聖靈保惠師嘅引領，常常與我哋各人同在，從今時直至到見主面嘅一刻。同心講阿門。好，請坐。咁我哋再一次多謝今次worship team 佢哋喺前頭裏邊為我哋安排一個好有意思嘅聚會，我哋俾啲感恩嘅掌聲佢哋好嘛？咁我哋都鼓勵大家，我哋嚟緊呢星期日有個聯合，我哋無論英文堂、兒童，我哋有一個復活節嘅敬拜。時間係10點半鐘，我亦都鼓勵大家，如果你有啲嘅弟兄姊妹，可能某啲原因冇乜返教會，或者即係過往都唔係時時返嘅，我想請你打個電話 WhatsApp 佢，讓我哋再一次嘅喺呢個復活節嘅裏邊明白無論我哋嘅信心有幾咁嘅軟弱，呢位復活嘅神都仍然等候緊我哋，好嘛？你知道有你嘅朋友弟兄姊妹，或者一啲你話未信主嘅朋友佢都可能。都想知道復活節對佢生命嘅意義，你又邀請下佢，好嘛？讓神俾我哋有力量，讓我哋咩話？高舉十字架係咪？阿們？好似唔係好阿門嘅話。讓我哋今日就係高舉榮耀嘅十字架，因為呢個十字架昔日係殘酷嘅刑具，今日係人生嘅盼望，好嘛？願神祝福大家，大家彼此問安。我哋彼此問候。喺主裏邊能夠係彼此嘅連結，多謝大家。